Hello，大家好，資訊速遞啊！萬人空巷 UOS 喺第一輪喺3月5號星期三嘅話，沽清晒119間嘅普通分層單位。同日晚上，發展商加推咗172間，會喺星期日3月9號賣嘅。咁啊，加推咗咧原有貨種、平台同埋高層等等嘅單位啦，同時會有新儲貨嘅喎。咁啊，廢話咁多講，即刻同大家睇下個分佈先。先講東北方向啦，咁啊1A 座先，咁啊有間 A7 室啦，咁啊兩房嚟嘅，一間平台同埋啲高層單位啦。另外就 A6 室之前都有買過啦，係一房單位，都有間平台同埋咧中高層單位。而 A5 室兩房加一個暫物房，咁啊推咗啲中高層啦。咁啊到一波座啦，咁啊推咗兩處嘅新貨喎，今次就係一波座嘅波5室，實用面積288尺嘅一房單位。不過今次咧，淨係啲低層單位咧，折晒所有優惠啊！咁啊298萬到308萬左右起步。而另外一處新貨，同樣都係一波座，咁啊B7 室，實用面積412尺嘅兩房單位啊，中高層成處都會有噶啦。咁啊最平嗰間折晒咧398萬至到476萬不等啦。咁另外有間單邊名次，咁啊波8室，實用面積444尺，咁啊中層同埋高層啦，咁啊最平嗰間折咗就453萬起步。咁啊東北景咧就講完啦，同大家講下個西南靚景先。咁啊，同樣都係1A 座先啦，最大嗰間分層單位679尺 A1 室，3房套房加工人套房啊，最大嗰間分層嚟㗎啦。咁啊，最平嗰間782萬，中高層都會有。咁啊，另外 A2 室呢間3房一次521尺啦，咁啊高中低都會有嘅，最平嗰間折咗咧567萬起步。而 A3 室啦，咁啊呢間兩房，咁啊都係西南靚景望公園㗎啦，咁啊有中層同埋高層，最平嗰間494萬起。另外最後嗰兩處啦，同樣呢處咧都係個新貨嚟嘅，咁啊位於一波座嘅波2室，大少少嘅兩房啦，咁啊431尺，咁啊低層同埋高層都會有，折咗最平嗰間479萬。而到拉屎啦，咁啊一波座波1室592尺3房套房，呢個開放式廚房啊，中層同高層都會有，最平嗰間折咗650萬起步。好啦，咁啊分佈咧就講到咁多先。咁啊同場加映喺2025年嘅施政報告入邊咧，300萬改到400萬以下嘅樓價咧，可以俾100蚊嘅釐印費啊。咁啊今次賣嗰啲咧有幾多間咧？全部都係一房嚟㗎，有24間。咁啊另外有啲人可能買嚟收租用㗎嘛。咁一期嘅租金分佈係幾多咧？每尺33蚊至44蚊啊，左右呢啲啦。咁啊一房租過12800，而兩房租過16500蚊㗎。咁啊天水圍 UOS 暫時講到咁多先，有最新消息繼續同你報道。拜拜。關注加點讚，賣樓唔使煩。